你究竟是何人？我不都说了吗？我是你爹。你是村夫，休再饶舌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骆大将军早就死了。不赢！那是不包假面，杀神不死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团长，死了吗？小小都尉，谁给你的勇气敢跟本将军这么说话？不可能！你少给我装神弄鬼！杀！我们被包围了！白云将面对先遣队在此，奉你丞相之令，速来支援。白云将面对先遣队在此，奉你丞相之令，速来支援。还好当时没往收藏家吃亏啊！只闻小儿缴械不杀，只闻小儿缴械不杀。错了，我今天就是要将你们碎尸万段。如此世界丞相，我真是杀神入石。都尉大人还不明白吗？我们李大丞相与陆大将军情同父子，怎么可能为了你们北烈杀掉他的义子呢？这是他们俩下的一盘大棋，目的不仅是为了收复火风堡，更是为了剿灭你们追风营，断北烈一臂。你胡说！胡说！要不是李丞相，我怎知部都尉大人这么多有趣的私事啊？